呢間風景優美嘅紅色小屋，其實係一間超神秘嘅青年旅社，就係位於屯門嘅稔灣青年旅社啊！呢間青年旅社而家冇咗噶啦，佢係位處於舊嘅稔灣村，而舊嘅稔灣村亦都變咗新界西堆填區噶啦。呢個1976年啟用嘅青年旅社呢，如果佢真係營運到1990年，當時政府收地起堆填區嘅話計啊，佢係只得14年嘅營運時間啦，極之短命。呢本就係青年旅社協會當年印刷嘅宣傳小冊子，裡面係有清楚記錄低關於稔灣青年旅社嘅資料，佢嘅位置喺邊啦，有咩交通工具可以去到啦。更有趣嘅就係呢個稔灣青年旅社裡面係冇電話、冇社監，宿位只係容納32人，但係基本嘅生活設備都算齊全嘅，設有淋浴室、洗手間，有水電、火水爐、床席、薄氈、簡單廚具咁樣。不過最好笑就係佢簡介呢個地方嘅時候講到啊，呢個青年旅社附近呢會係英軍練習操炮嘅射擊場，會有破碎嘅鐵片啊，灑滿山頭啊，亦都會有炮彈炸開嘅巨窿啦，好似戰場一樣，可能就啱一啲軍事迷去呢度露營啦。呢個旅社神秘之處就在於佢係由簡稱 YHA 嘅香港青年旅社協會開噶啦，但係上去 YHA 嘅官網睇呢，佢係冇講任何呢間旅社嘅資料噶。完全將呢個歷史抹去咗啊！我諗而家青年旅社協會裏面嘅職員啊，都未必知曾經有一個咁嘅青年旅社啊！你話係咪極神秘呢？上咗年紀嘅觀眾，唔知你哋後生有冇去過呢度玩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一下。另外，我有一條長片係講關於稔灣村嘅，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撳入去睇下㗎。